这个歌词吼，是对创世纪来吼，因为缘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啊，这条诗歌吼，伊的词吼，咱知影讲台湾的信息吼，拄开始无台湾的信息，啊，因为台湾属伫厦门、厦门的教区，所以就将迄个厦门因遐的迄个养心神师吼，摕过来台湾即只啊来用。啊，到尾啊吼，咱就感觉讲，渐渐有影感觉讲，咱台湾需要有家己的信息，所以经过几啊年过来有迄个信息歌啦吼，等等哦，啊，伊直到尾变做信息的时阵吼，咱顶头写迄个原圣诗1926年，这就是吼台湾第一本全台湾统一的迄个信息吼。啊，1926年这本信息的开始有白话字版。啊，所以呢，会使讲吼，即个歌词拢对对迄个对过去的即个诗歌来，啊，即个迄个曲子是叫做平埔调，咱知影平埔就是迄个原住民因走来平地住吼，啊，就遐都变做迄个平埔族，啊，所以平埔族伫遐流行的迄个歌，啊，到尾变做信息了吼，咱知影咱真敬听的罗伊多牧师。伊就来写即个和声，罗伊多牧师，咱知影伊足致力，伫咧台湾的文学，台湾的迄个信息的迄个建立，所以伊嘛是安尼特别安尼真注意伫咧做原住民伫迄个所在的宣告，咱来看迄个歌词即个歌词第一站伫遐讲上帝创造天甲地，所以伊的功劳极大，过来第二节有日头，有日月星辰，拢伫遐来照光明，第三节就开始讲到土地所生的五角，花园青翠的树木，这阁是所有的水内底所有的鱼鳖，这拢是上帝所做的面。第四节就开始讲到空中的飞鸟，已经就上帝拢互伊安尼当食到野，到尾真细的虫拖，拢无出上帝心以外，即条拢总6节。第5节就讲到人的部分，上帝照顾世间人，不分本国也是外邦，所以是全世界所有人。拢是伫咧上帝计划要拯救的里面，上帝所听的内底第6节就讲到讲，上帝实在咱看到头前遮尔济的部分，上帝恩典讲袂尽，到尾来讲，找伊的独生圣囝耶稣来救万民，所以咱着要真实的心来敬拜伊，所以咱来唱第1节这个真台湾调，所以大家拢会想到讲这就是台湾的诗歌，来，上帝创造天甲地，四界万民大行为，功劳其他有耶和华。
土地甲米酒，上帝稳定讲为亲，切见耶稣有万民，大家着用真心。感谢时代音。这条诗歌恁若献信息的时阵，伊迄个曲调的名称叫做淡水，吼。所以有足侪迄个传说啦，就是讲有可能吼，马街底下听到北部人底下咧唱歌，阵来甲记起来吼。咱知影马街以后吼，就是吴威廉牧师甲吴马烈牧师娘，吼，因来协助。马街伫咧台湾北部的迄个传道，吴威廉牧师牧师娘吼，伊嘛是对信息安尼，一开始遐就来参与着这信息的编辑的迄个工作。因为因本只住伫咧淡水迄个所在，所以有听到即款迄个曲调，所以就将迄个即个曲调甲取名叫做淡水吼。好，第二条诗歌吼，这就是我拄仔讲到的。吴威廉牧师娘所作曲，甲作词的一条诗歌。这条诗歌我知影真侪人因讲伊要选的时阵就是个人所爱的诗歌，真侪人拢选这条你若欠缺真失望伫约翰福音13章34节底下耶稣基督有讲我用新的诫命互恁恁着爱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这条诗歌就是迄个吴威廉牧师娘。吴威廉牧师娘拄开始是来到淡水，和马街做伙底下来做宣教的迄个工作。吴威廉牧师娘对迄个音乐真在行，嘛伫遐推动咱台湾差不多讲伫淡水迄个所在，不管是迄个淡江中学啦，还是讲淡水的真理大学啦，甚至是台湾新爱院迄个音乐的、迄个教育的工作迄个吴威廉牧师娘拢伫遐致力做足侪的工尤其是参与伫咧信息的迄个编组的部分所以伊拄开始迄个有介绍足侪的迄个英国的迄个诗歌到伫台湾，所以咱大家拢足熟的迄条。咱着来吟诗，老师上帝所以这条嘛是吴威廉牧师娘，吴马烈伊对迄个英国遐引进来。咱知影讲伫咧咱即马即本信息即马有即条，伫咧搁进前迄条的时阵，迄本的时阵，毋知安怎对将即条甲删除。删除了后，咱知影咱长老教会大拢真爱练，真会晓迄个唱歌嘛。一唱拢唱四部，所以伊有一个到尾吴威廉牧师娘伊活到94岁所以上帝赏赐伊有真好的迄个长岁寿。但是到71岁的时阵身体歹，所以伊就转去加拿大。转去加拿大的时阵，到尾咱台湾有一寡牧长拄去加拿大去开会的时阵，去看吴威廉牧师娘。伫迄个时阵，逐个唱圣诗，逐个。四部就唱，咱着来吟诗，老师上帝吴威廉牧师娘就讲足感动，伊讲是安怎，逐个拢毋免看圣诗唱就当唱四部到尾就是讲是安怎顶头迄本将迄条无去所以到尾咱即马新的信息即条佫下倒转来。这就是吴威廉牧师娘，因为逐个拢足少念伊的即条诗歌，你若欠缺真失望即条是伊家己本身做的。即内底就讲到啥物？第一就讲，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爱尽力来帮咱。这就是这显明咱的听。第二则讲安怎？咱若拄着心烦恼，你着替我来祈祷。这就是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即款三听的情。第三则讲着讲，你若滴到心。变冷，要冷的时阵，我要唤起你的热情，所以咱兄弟姊妹之间互相伫遐咧关心，互相无共款的情形，有时祈祷，有时鼓励，
有时吼伫遐来三角做伙来同工所以第40就讲三听你我就爱勉励咱就会荣光归天父上帝所以伫副歌内底讲，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重要的代志拢就爱讲3遍，对无所以咱决意三听讲3遍了后，就信心来帮咱做伙来唱来。到遮，准备心来做礼拜。敬天兄弟平安，今仔日是淡江中湖大礼拜堂整修奉献主日，奉献地下伫咱座位的头前，请关心奉献。 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走到。
我要专心感谢上主，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伫你欢喜快乐。至关的啊，我要学乐你的名。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6首，圣诗第6首，请起立。这是用许多圣经修订版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永府。第3日对4人中国话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全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大家用启应文60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60篇。我若袂晓讲人的言语，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额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还是献身躯互火烧。
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仰望。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运输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是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糊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同心来祈祷。上帝，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你的威严普遍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就称赞上主。阮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阮一生的年日要称赞上主；阮活的每一个日子，拢要唱歌称赞阮的上帝。上帝啊，由你暗耳孔听阮的声，监察阮的心思。阮的上帝啊，求你暗耳孔听阮求救的声，愿阮向你祈祷。上主啊，早起时你会听阮的声，早起时阮要对你排列阮的心意。上帝啊，你有丰盛的慈爱，由你撤销阮的过失，除去阮一切的罪恶。阮伫世间的日子，检采大部分的时间，拢是照阮家己的意思在活、在行、在想、在讲，因为阮自私。假熬，看家己赢过上帝，直到人生的方向无定着，甚至错误，阮常常得罪上帝，嘛伤害着别人，甚至失迷家己，过了放荡阁无意义的人生。怜悯的主啊，阮要恳求你的赦免，清去阮的罪过，迫切恳求你挽回阮执迷不悟的心，重新来归向你。互阮的一生变成有意义、有正确方向，为荣耀你的名的人生。上帝啊，求你特别看顾你所设立阮的教会，诚做有疼、分享疼的教会。人人只有仰望你的大权能，来实践你的旨意，赐阮合一的心，互阮放下家己的私心，只有祈求上帝所爱阮行的，帮助阮。伫超找愿意服侍你的同工人民，感动你所听的兄弟姊妹，愿意服侍你、服侍人、服侍所有的人，一心向你，只有注目看你，用心服侍，帮助阮伫阮教会建堂的事工顶面，对阮灵性的起造，兄弟姊妹组织敬拜，互相服侍。小组团契到硬体的建造，一步一步拢有上帝的引带甲祝福。阮所徛起的宝岛台湾，是全世界上危险的所在嘛。面对遐尼大的挑战甲压迫，阮就惊吓嘛。若是阮相信有你大权能的保护庇佑，阮相信阮永远要徛伫遮。安然徛起，因为阮相信上帝是阮的光，阮要行一水。虽然大军战营包围，
阮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阮犹原安稳自在，因为你会保护阮，互阮秘伫你的厝内。上帝啊，求你指示阮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的缘故，求你带阮行平坦的路，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大。上帝啊，求你即时临在阮的会中，透过你的话，对新牧师来对阮讲话，感动阮的心。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只是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人书第8章38节到39节，以台语汉语本圣经新约178页。罗马人书8章38节到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有权能的，是悬是深，还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话过当咱伫上帝的疼，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疼。讲道，请任长王牧师题目疼缩短了距离。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代表淡江中学伫咱的中间，甲咱来请安、来报告，同时甲咱来敬拜、来分享上帝话，也要来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齐来祈祷。主愿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的疫情，但暂时阮会当小可放心，总是伫未来，阮有缘求你来继续来引带，了阮会当早一日会当恢复进前的正常的生活，也恳求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位，也阮有健康的身躯，会当来领受你的恩典伫地面上。当阮也要来领受你互阮的话，也求你来开阮的心灵，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也会当真做阮的快乐，阮活命的美娘。愿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知即马疫情当然还阁无法度放轻松吼，特别伫咱甚至咱周围中间也有人陆续的确诊吼，咱嘛求上帝来施恩看顾，也互因无有真严重的即个病症头，也会当紧紧转来伫咱的中间，甲咱做阵。来聚会，来敬拜上帝。但即马疫情到遮已经2-3年吼，我想咱虽然是已经习惯吼，但是嘛无法度甲当作是正常。至少比较拄开始的时阵伫遐伫提醒真侪项吼，比如讲爱保持所谓的防疫距离，咱即马就已经较无有遐尼严格。不过嘛，通过安尼提醒咱一项代志吼。即个距离是真重要，距离真重要，因为咱总是较意爱甲咱熟悉的人，也是讲咱欢喜的人较晚，甚至伫遐斗阵坐做伙，或者是会当做阵来交易，甚至做阵来用餐，这拢是真重要。所以咱嘛会当看到距离事实上是咱关系的一种表现。距离这是真明确的代志吼。咱若甲咱无熟悉吼，毋管是伫室内，甚至伫外口伫坐公车、坐捷运，甲咱无关系，咱当然是想要自然保持距离吼。若是甲咱斗阵的人，也是讲咱熟悉的人，咱真自然就会甲伊坐做伙吼，徛做伙。所以距离是咱关系一种的表现吼。当然关系真重要。其中上重要的关系就是疼，就是疼的关系。虽然因为咱有无共款的身份，咱有无共款的关系，但是若是会当有疼的关系，我想检测嘛会当互咱的距离来缩短。所以咱今仔日也要来分享距离咱要安怎用疼会当来缩短咱的距离。头一项。疼会缩短地理的距离，地理的距离是真客观，也是会当来测量偌远就是偌远吼。比如讲，我即马甲咱的距离是偌济公尺，这是固定的，或者是我早起对淡水来到遮检测爱30公里，这种是固定的。但是有疼甲无疼也是有差别。比如讲在恋爱中。青年男女，或者是咱家己嘛捌恋爱过啦吼，定定拢会讲一句话啦吼，
顺路，顺路因为有迄个意外，有迄个疼，所以就会当顺路送你转去，顺路带你甲你去买物件，这就是顺路。所以是毋是有迄个疼，有迄个心？即个距离就感觉较无遐尼重要。但我要来讲一个故事，就是伫花莲有一个文乐病院，我想咱拢知影。即个文乐病院伊的创办者就是博罗兰医师，伊伫伊27岁，差不多1952年的时，1952年的时阵，伊对美国来到伫台湾，伊要来遮帮助台湾人，总是伊当然迄个时阵，咱台湾相对咱的医疗抑阁毋是遐尼进步，所以伊有即款的疼心来到伫台湾。当然，伊是选择迄个上无人爱去，上偏远的所在，就是花莲，咱拢叫做后山的所在。伊伫遐来照顾伫花莲台东迄个所在的遮的百姓。当然嘛有真侪是原住民，特别是遮的原住民，咱知影因为因有时阵是因为爱去拍拉，也是讲工作，也是讲即个交通意外然后也是讲破病因着较无迄个观念，卫生的观念、医疗观念要去看医生，所以细的病就变成较严重的病，严重的病就变成搁较无法度医治的病。所以即个鲍医生，伊为着要互遮的原住民，因会当真放心来看医生，所以伊就发起用1箍银，就会当来挂号来看医生。咱会记得迄个时阵是无有健保的时代，1箍银伫当时虽然嘛是算小可大元，但是至少拢还阁摕出来。无比咱即马1箍银落个涂骹，咱阁无想要去捡。不过咱知鲍医生当然伊毋是为着要趁钱甚至伊一定是了钱的，咱知但是这对伊来讲，还阁毋是上辛苦，因为伊爱去募款伊爱阁去找真侪资源，特别伫迄个年代的时阵，伊心内感觉上辛苦的就是伊常常无法度找到有医生来甲斗相共因为患者愈来愈侪的时阵，伊爱有人斗骹手但像是伊阁是一个院长所以伊爱处理的代志真侪所以即项代志嘛，感觉互伊真艰苦心，也是讲真操烦真焦虑因为有一天伊嘛是会退休，若退休了即个病院要安怎？特别迄个时阵，阁无有真侪人知影讲花莲有一个门诺医院的迄个时代当伊经过40年的时阵伊嘛差不多要到退休的时阵即个美国有一个单位就颁一个奖，要互伊要纪念嘛是要来表彰伊的即个对医疗的贡献所以伊就到伫美国去领即个奖。伫领奖的时阵伊就讲一段话伊讲我的一生为着台湾人服务奉献遮的总是我感觉真艰苦的，就是拢无有台湾的医生愿意到伫花莲来甲我斗相共。反倒转台湾的医生，因拢爱走去到伫美国所以伊的结论就是美国真近，花莲真远。伊的即段话，台下当然嘛有一寡台湾去的医生嘛是拢真杰出的遮医生，其中有一位就是即个即个郑雄即位咱知即个医生伊伫迄个时阵，伊已经是一个脑神经外科的权威医生伊伫迄个时阵，伊嘛是雷根医疗团队的一个真重要的成员伊嘛是医生的医生伊迄个时阵就听到即个鲍医生
所讲的这段话，伊就感觉真凄惨。伊家己是台湾人，伊却无法度亲像即个鲍医生安尼遮尔爱台湾，所以后来伊嘛是经过祈祷，甲伊的太太参详，伊就放弃伫美国的遮个事业，伊就转来到伫台湾，来接即个门诺医院的院长的即个工作。到伫伊70外岁的时阵，伊退休，伊就再搁交棒其他人。当然，咱毋通想讲即个病院的院长真侪人拢爱做，因为院长爱管行政，特别文乐病院文乐教派伫台湾是较细的教派，无亲像咱长老教会，所以伊嘛爱搁去募款，嘛爱搁管行政，爱搁看诊，甚至嘛爱搁甲人开刀。我进前伫双联教会，阮的主任牧师陈文清牧师就是捌生过脑瘤，就是互伊来开刀，即马嘛是搁好势，是咱即间教会即个总干事的牧师，所以咱会当对遮知若是对即块土地有疼，咱会当真欢喜，会当伫遮来讲下。若无可能就若无疼可能就感觉别个所在检查较好，所以咱会当对遮知影疼会缩短咱的距离。过来疼缩短人甲人的距离，人甲人的距离无亲像地理的距离，是即个客观的。我即马要讲的是人的心甲人的心的距离。人的心的距离是看袂出来，所以有一句话讲：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这诗人讲的啦。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世界上上介远的距离是啥物？诗人是安尼讲，我伫你的面前，我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你却唔知影我爱你。这是真心酸，嘛是真无奈的一项代志。世界上上远的距离，是咱无法度知影对方在想啥物。兼在我的心想要甲你较活，但是你却唔知影。咱头拄仔第开始的时阵，多谢咱的即个领唱的长老，有替咱真详细介绍即个咱今仔日所要唱的圣诗。事实上，咱知影马介伊拄来台湾的时阵，当然有遮个平埔族，是咱讲的即个石番。所以迄个时阵是一个汉人最中心的社会。所以遮个原住民虽然已经踮伫遐真久，但是对汉人来讲，嘛是叫做番。石番是相对遐会甲人出草抬头的迄款叫做青番。马介来台湾，人嘛看做伊是番，伊是即个西洋番，外国鬼。当然后来有一个名称，咱嘛较知影叫做乌秋番，因为伊的喙鬚乌色真大泡，所以人嘛叫做伊是番。马介真拍拼，伊通过医疗，通过教育，通过福音，伊要来听咱台湾人，伊嘛爱台湾这块土地。咱教会若是照我知是即个1875年9月初2，马介伫遮设立。当然伫进前，伊就来遮几啊遍所以咱教会嘛算是马介伊亲身设立开拓，应该是第10间的教会，一直到伫其实马介伊一直拢有遮个成果出来，当然这是较早期的时阵。不过马介伊的宣教上大的进步，也是讲突破，应该是对1878年，1878年迄个时阵，就是伊伫5月27带台湾人，就是五股坑的即个查某囡仔，叫做张昌明做太太。即个张昌明伊本来是新妇仔，
检查有人有听过伊的故事，伊是新妇仔，伊原来名叫做虫仔。以前的即个查某囡仔的名就是罔腰啊、罔翅啊、虫仔，毋是即摆三星葱，是以前就买菜就夹一支虫仔互你，也是讲一块姜蒜头互你赔钱货，这是古早爱强调甲即马无共款。所以马偕伊有真侪代志，伊讲伊有3项代志无要做，就是要返去伊的国家，伊无要坐轿，伊无要娶某。不过最后才会拢突破。当然，上重要嘛是为着宣教的原因。马偕会带张昌明，当然这还佫有一段故事但是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度讲真济。马偕这是少年的马偕啦这个倒边这个铜像是伫阮学校的这个马偕纪念图书馆的一个铜像，会当讲是上早的马偕的铜像。这是咱常常看到马偕带着学生世界去传福音替人挽喙齿的一个相片。这是张昌明倒边张昌明的像伊是马偕1878年2月甲洗礼甲改名，然后5月经过即个人会介绍伊的学生，甲即个陈塔寿嘛是即个张昌明伊的养的祖母介绍做媒人所以马偕就带伊做太太。伫迄当时伊的母会嘛真无法度了解，你敢着安尼做？你安尼做的目的是啥物因为这是一个真大的突破，甲咱即马所想象的迄个外国异国恋情是无共款。不过马偕伊当然有伊的看法事实上，即个张昌明嘛是真聪明，嘛学了真紧，嘛真肯学。所以这是中间的一个故事一个华雅各医师因为华雅各伊后来伫马偕来台湾无偌久伊就带伊的太太甲伊的全家来台湾，但是过几年了后，伊的太太就生第4个囡仔，就过身，所以伊的太太就是咱看的正边迄个梦，嘛是伫淡江中学内底外侨牧员。所以即个华雅各伊就真艰苦，带4个囡仔转去加拿大，因为伊知影无法度一个人照顾囡仔，搁要做即个宣教的工作。所以马偕嘛，因为安尼体会到，若是带外国人检测较无法度适应本地的即个生活的环境，甲才会真容易破病对本地文化嘛无法度来熟悉你要去甲人传福音的时阵总是有一个距离。这就是张昌明甲马偕建立的家庭因生2个查某囡仔一个后生。这是马偕伊第一遍返国述职的时阵，伊带着张昌明这阵等于是环游地球1圈啦。所以张聪明是第一个环游地球1圈的台湾人佫是女性。因转来的时阵，1882年就马偕就设迄个牛津学堂，伫即卖真理大学。1884年，马偕就注重女子的教育，所以这是女学堂。这个建筑是后来吴威廉重建，即嘛伫淡江中学内底。即嘛是阮的纯德小学在使用，即嘛继续在使用。这是1916年，已经超过100年了。所以马偕伊伫台湾伊在落船的时阵，伊就将台湾当作是伊的家，取代伊原来的家乡。毋仅安尼，上帝嘛，互伊伫遮建立家庭。所以伊认为伊家己是台湾人，伊毋是加拿大人，伊嘛毋是拄来时的清朝的人。嘛毋是后来日本统治的日本人，伊认为伊是台湾人。所以马偕过身了，伊无待伫迄个外侨牧员，伊
伊是家己搁买一块地，哦，就是咱即马的即个马街的家族墓园，啊嘛是伫淡江中学内底。咱人甲人关系上密切的，就是家人的关系，对无？啊，厝内人的关系。马街伊家己将咱当作伊厝内人，因为伊真做台湾人的囝婿，哦，伊嘛认为伊是台湾人，伊认同本地搁较重要，伊互咱通过福音，真做上帝家来的人，所以咱即马会当坐伫遮，咱嘛会当互相咱讲对方是兄弟姊妹，因为咱是一家人。这款的关系是赢过所有的关系。你爱一个人，你要娶她，也是让她成为家人，对不？然后佫有生真侪囡仔嘛，是拢是家人，所以这个家人的关系是上密切的关系。这就是马街伊所做，互咱会当伫主的内面，成做一家人。过来，听属地人甲上帝的距离。人甲上帝的距离是怎样？毋知你家己安怎来认定？你甲上帝的关系是怎样？有时阵这是一个挑战。不过，咱对圣经内底，咱会当看出来，就算是这犹太人，也是讲上帝的选民，上帝的百姓，因有时阵嘛感觉甲上帝有一种的距离。什么款的距离？就是咱讲迄个罪的距离。因为保罗伫罗马书嘛讲真济，因为律法，因为罪提醒咱甲上帝是有距离的。若是即个距离，要安怎样会当来拍破咧？咱要来讲即个故事，我想咱拢知影。耶稣伫呼召伊的门徒的时阵，伊大先是呼召彼得、甲伊的兄弟、甲伊的同伴4个人。这段故事伫圣经福音书拢有记载。咱知影迄个时阵，耶稣就叫因去最深的所在。拍网掠鱼，虽然因规暝伫遐伫努力辛苦，拢无掠着。虽然因是掠鱼的专业人士，耶稣只是一个目睭，伊嘛知影，但是因嘛是听耶稣的话，真正到伫迄个所在去拍网落鱼。最后因就掠着真济鱼，圣经讲即个网伫要离，船伫要沉落去。表示这是一个丰收。若是一般人咧，也是讲，咱即个真现实的台湾人来讲，会安怎做？咱一定会讲耶稣太好了，我来甲你供养，你着来阮兜住，我甲你供养，你就是阮的师傅，师傅，我若是要去掠鱼，你甲阮指点一个，报一个明白。安尼就好啊！我就免那忝，甚至我会当掠足侪鱼，趁足侪钱，我过来去教会，去真大间诶，即个，互人会当来敬拜的所在。安尼对于你的耶稣，你就免那辛苦，搁世界去传福音，安尼敢毋是真好？我想这是真侪人可能真直接的想法，但是咱看到即个彼得真无共款，伊讲。主啊，离开我是罪人。圣经伫迄个时阵，阁无讲彼得是虾米款的罪人，无亲像即个抹大粒的玛利亚，真明显，伊有犯着罪。甚至后来使徒行传嘛咧讲彼得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伊甚至无要甲遮个外邦人做阵食饭，这就是因表示因即个遵守上帝律法的方式。但是伊知影上帝知影伊有罪，检采是无看到的罪，也是讲未去做遮个罪，隐而未现的过错。这就是一般人面对上帝还是上帝的使者的态度。其实圣经有真侪类似的故事，但是耶稣竟然甲讲：来缀我，我要互你得着人。亲像得着伊，耶稣甲呼召，耶稣来
就是要互咱甲上帝的距离会当搁较远。所以耶稣咱嘛知伫路加福音15章也有讲3个故事，其中一个就是咱讲即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事实上，咱嘛会当讲做是主爱老爸的比喻。即个故事咱拢真熟。当即个细汉囝，伊做真无好的代志，因为伊讲要分财产，等于就是纠缠伊的老爸，赶紧去死。也是讲袂等伊老爸去死，伊就要即个分财产。但是即个老爸并无因为安尼就甲赶出去，甚至伊出去嘛无亲像咱的即个电视剧伫遐伫演的。咱拢会讲，你若敢出去，你就莫阁转来。这是世界的价值观。但是伫上帝国的价值观毋是安尼。咱看到即个老爸有关是真毋甘即个囡仔伫外口可能会受苦。果然，即个细汉囡仔伫外口钱去互骗了，阁拄着饥荒，阁去共人饲猪，这是犹太人上无爱的代志。甚至伊足想要连迄个猪在食的豆芽，嘛要甲食。真可怜，最后好家在，伊有醒悟，伊有想到讲伫老爸家，就算做一个萝卜，嘛比伫遮饿死搁较好，所以伊就决转心，就是悔改，伊就要转来伊老爸家。咱看到即个老爸，逐工拢伫遐咧听候伊的后生转来。甚至远远看到即个后生转来时，伊就向前走去。然后伊无讲，你先去隔离，你先去甲身躯洗互清气，再搁讲。伊就随甲染，随甲浸，甲外衫互伊穿，恢复伊的尊严。甲手指搁互伊挂，恢复伊的身份。这就是老爸对囝儿的疼。耶稣即只是要讲，上帝看咱嘛是安尼。虽然咱有犯罪，咱嘛是真容易犯罪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会当洗清去咱所有的罪过。这就是耶稣伊所要表明上帝的疼。耶稣嘛讲，咱伫即个世间所犯的罪，拢会当得到赦免，独一项。袂当得到下面是啥物？就亵渎圣灵。啥物是亵渎圣灵？就是你拒绝上帝的救恩，就是你否定上帝拯救的权利，这就是亵渎圣灵。所以今仔日魔鬼常常伫遐在控告咱，嘛伫遐在讲白贼，互咱相信讲咱的罪真重，咱的罪袂当赦免。所以咱就歹势，咱就袂堪来得到上帝的恩典，这就是魔鬼的谎言。但是耶稣基督，互咱知，咱的罪，上帝一定有这个权能，会当来赦免，只要咱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受死的功劳。今仔日咱嘛有读这段圣经节。这是在讲上帝的疼来超越赢过一切，不管是啥物款的代志，啥物款的物件，拢袂当互咱甲上帝的疼来隔离。今仔日牧师讲遮尔济，就是头一项要互咱知，上帝疼咱嘛会当勇敢来接受上帝的疼，就亲像即个细汉囝儿。伊愿意转去到伫老爸的家一样。过来，当咱接受上帝的疼，咱嘛爱彼此相疼，这就是咱新的诫命。所以，咱来当彼此相疼，虽然无有人看见上帝，但是通过咱所做的，人就会当对咱来看见上帝。人嘛会当对咱安尼知，咱是主的学生，咱是。这是伫阮学校真出名的一个建筑物，
叫做八角塔、八角塔。这个八角塔内面这是宣教师所设计的。我今仔日特别要互咱知，就是头前有3个字，若是甲放大，就是这3个字，咱看敢有清楚？是什么字？信中间爱望。为什么不是信望爱？信望爱是咱迄个在读的时阵的顺序。但是伫平面艺术，咱知中央上大，中央上大，所以宣教师就将即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放伫即个八角塔下面，也真侪阮学校的信仰的精神。这是伫淡江中学内面的即个马街家族的墓园。马街死了后，就在即遮。伫遮甲咱请问一下，咱有去看过？请举手。好，多谢。敢若佫毋是真济吼。咱教会既然是马街所设立的，马街即马伫台湾已经无子孙吼，伊子孙第4代佫伫加拿大，第3代了就拢转去加拿大。马街伫台湾虽然是无有子孙，但是咱是伊属灵的子孙，咱是伊信仰的后代，会当安尼讲。因为老实讲，若毋是马街的原因，可能咱袂坐伫遮。当然，上帝嘛有其他的方法因为咱若是定着要得救的人，上帝嘛有其他的方式。但是，就是无一定是亲像咱即马即款的情形。意思是讲，咱应该来感谢马街，嘛爱来纪念马街。咱今年是庆祝咱的纪念咱的147周年嘛吼。期待咱会当看什么年，也是咱150周年的时阵，咱会当来到伫马街的墓园，也是讲伫淡江中学来举行野外礼拜，阮是真欢迎因为阮有礼拜堂阮嘛有遮个场地，咱嘛会当顺续来去看即个马街生活有关系亲像伊的即个故居以前讲小白宫系迄个所在，也是牛津学堂咱较熟悉。所以这是咱的祖坟安尼讲，咱的祖坟咱的信仰、咱的性命开始的所在。所以伫遮嘛，甲咱来邀请，咱会当嘛无一定是教会咱嘛会当个人，也是讲咱的团契小组，咱拢真欢迎你若是要开车来去嘛用哩，你著甲迄个所谓报讲要来找熊牧师，肖牧师，你就会当入去。不过你嘛会当上好先甲我讲一下，我会当来甲恁接待。即个咱教会第1任的牧师，我看咱的历史是陈英辉牧师嘛第1任的牧师，我看咱的历史，伊的墓嘛是伫马街的墓园内底，毋知影咱知影无？毋知影伊伫马街的墓，你若为即个看过去是正手边，搁较过去就是陈荣辉牧师的墓，伊嘛是马街的亲家因为伊的后生陈清义就是娶马街的大女儿，所以伊的后生就是马街的大女婿啦。搁因的孙，因的孙，甲因的孙囝婿嘛是拢待伫即个马街墓园，所以伫即个马街墓园有真侪故事通好讲，嘛有一寡人值得咱来熟悉。这就是伫马街墓园，咱会当来去纪念，会当来去悼念的所在。我看咱的周报，咱嘛有按算要建堂。伫顶礼拜主日，咱是第10间教会，顶礼拜是三级教会，马街的第13间教会，因是庆祝146周年。因是10月初5，所以因是顶礼拜到伫淡江来做野外礼拜，真有意义。
啊，伫遐嘛有翕相吼，翕团体照，啊，因嘛讲因在建堂啦，因按算要开2亿，要建堂，啊，当然啊，这个有一段真大的距离吼，啊，我着甲因建议，吼，因为咱建堂，咱希望有搁较侪人会当来奉献，啊，同时咱嘛爱继续宣教，互搁较侪人进入伫教会，所以有一个方法建议，吼，咱会当来参考看卖。就是咱会当甲咱熟悉的朋友，这叫做旅游传道啦。咱甲咱熟悉的朋友，甲因邀请，讲，我带你来淡水佚佗，来去行老街，来去食鸭架、食鱼丸汤，啊，你着带伊到伫淡水教会，到伫马街上欢的所在，啊，搁带伊去看牛津学堂，啊，搁带伊去看马街大的所在。你甲介绍马街，因为台湾人。北部台北人应该拢知影马街啦，吼，至少嘛知影马街病院啊。啊，搁去看街医馆，最后你甲带去马街墓园，伊一定足感动的。因为伊虽然听过马街，但是伊毋知影马街的故事，伊嘛毋知影马街对伫咱北台湾的贡献是遮尔大。伊搁知影讲，咱的香山教会是马街设立的。这佫较有意义，所以伊就真有机会会当入来伫咱的教会，佫较侪来了解咱的信仰，通过即个马街。所以欢迎咱有机会来到伫淡水。淡水敢会真远？对袂？我拄则咧讲啊，听会当缩短地理的距离。淡水敢会真远？我以前伫双连，我嘛是认为淡水真远啦，但是即马伫淡水就袂感觉淡水真远吼。至少我早起开车1点钟就到咱遮吼，所以即马交通真方便。马街以前要来遮可能爱1天的时间，检菜啦。当然，迄阵还佫有船，会当较晚、较紧吼，嘛免遐辛苦，但是至少嘛爱半工的时间。所以欢迎咱有机会。来淡水来看马街，伫遐嘛会当看到咱拄仔咧介绍讲的即个吴威廉牧师，甲伊的太太，因的墓有原是伫外侨墓园，即拢看会到。愿上帝祝福咱，也互咱会当因为上帝听，互咱搁较勇敢，嘛互咱会当有气力来去听别人，知影怎样有上帝的智慧，互咱会当伫地面上成做上帝的国。得到上帝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的恩典、疼痛，你赐福伫阮教会，因为伫147年前，你就通过马开博士，而且来建立教会，互阮的祖先，也互阮的信仰前辈，而且来得到你的福气，交伫阮，以及阮嘛要将即个福气。交伫阮的子孙以及阮周围熟悉的人，因为这拢是因为上帝丰富的恩典，也求你来继续看顾阮，互阮教会的教势搁较振兴，也阮会当伫香山这个地区，甚至伫大台北的地区，也会当来见证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歹势，用小可时间伫遮来做一个报告吼。今仔日我来遮主要毋是要为着募款吼，是要互咱知影入捌咱的学校，嘛替学校来招生吼，也鼓励咱的囡仔会当来学校来读册吼。这是我穿的校服吼，阮的学生嘛是穿即款的校服。毋知咱中间敢有咱的校友？也是咱的校友的家长，无要紧吼。总是伫遮嘛，希望学校甲咱教会有搁较好的合作的关系吼，特别是咱是马街所建立的教会。伫遮我嘛要互咱会当知咱的学校的需要，特别是即个大的礼拜堂吼，连咪咱会当看即个影片吼。即马今年咱的目标是要将内底管风琴甲修理好势。大概要100万，希望明年若修理好势，咱会当办一个
感恩的音乐会吼。啊，咱若教会来学校来邀约礼拜是嘛当有管风琴来伴奏吼。啊，迄个感受的气氛是搁较无共款。好啊，搁来就请咱来看即个影片吼，这就是我要报告的内容吼。多谢愿上帝祝福。红砖红楼，青翠的树木，淡江中学就亲像历史建筑的博物馆，经历清朝、日本、民国三朝的传承，形成无法度复制的历史传统，以及西方人文办学的学校风气。美丽的环境，阁有历史悠久的古迹，定定真侪观光客参访的所在。圣诞树、图书馆、学校的橄榄球场、芭蕉塔、体育馆、马偕牧园、礼拜堂、礼拜堂也是礼拜堂。我觉得是礼拜堂。这是主后1966年就落成，佮开始使用的淡江中学礼拜堂。入口的这块石碑“芳草之苑，净水之溪”，原文是对诗篇23篇大笔的诗篇。礼拜堂对开始使用以来，也一直是淡江中学学生的精神中心。一行入去礼拜堂，就会看到头前充满艺术的细石仔的壁画。这是出名的画家，也是马街的外孙陈敬辉老师亲手完成的作品。淡江中学礼拜堂的起造，代表着教会学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信仰精神，教示学生认捌主、信靠主，引带大家行伊的路。礼拜堂对开始使用以来，早就真侪学校信仰甲淡江校园独有的文化传统的中心。搁较是历届毕业淡江校友记忆怀念的所在。淡江中学是一间教会学校，阮教育学生使用牧羊人的精神来教导，一个拢袂使减。少子化对校有真大的一个影响比如讲校的人数搁较少，啊校的财务的部分嘛是会有影响对少子化来讲阮校就是嘛是一个契机啦，就是阮伫教学这个部分更较精致化所以伫教学管理甲辅导这个部分，校真努力来做。那目的就是要希望更较多学生来校这边读书。咱的大礼拜堂伊真有纪念的意义真侪学生的聚会、学校的这庆典的活动拢伫遮，所以咱需要互伊会当互来宾也好、学生也好、家长也好来的时阵感受到伫这个礼拜堂中间的迄个庄严迄个典礼的美好所以咱希望甲规个整修互伊更较好，所以阮有一个整体叫做美化啦虽然无法度顶起，但是会当甲伊才会做一个更较好的美化互伊更较安全更较美丽整体安尼，互规个学校的这个，不管是咱举行什么款的活动来宾、学生、家长咱拢会当感受到伫遮有上帝的这个阳光充满伫这个所在。计划是要互大礼拜堂会当保持上好的状态，同时继续见证台湾搁后一个进步的50年。计划分做2期工程的阶段，搁用修缮、外观整建、地面铺设、环境美化4大重点进行设计。第1期是礼拜堂厝顶甲钟楼风水甲结构补强的工程。第2期是礼拜堂内部装修的工程，包括天花板、音响、灯光、冷气、管风琴、电器、油漆等等。一望年久，经过半世纪的岁月，伫伊的身上留下了时间行过的痕迹。毕竟是完成伫1966年的礼拜堂，培育无数学生，也陪伴台湾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今夜不止多的工程费用，特别是一个现实的考验。等是时阵，换咱来回应这份陪伴啦。
几十年来，礼拜堂坚定搁温暖，陪伴一代搁一代的淡江人。有人伫遮唱了人生第一首的诗歌，有人伫遮做了第一遍的祈祷，有人伫遮决志诚侪传道者，有人伫遮举办婚礼，也有人伫遮完成告别式。当然，有搁较侪的人不但伫礼拜堂完成学业，搁较伫遮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踮伫想使我快乐的我事事拢话，阮毋知影即项挑战的结局会怎样，总是阮诚心邀请每一个愿意甲阮做阵回应即份陪伴的你甲你，为咱所疼惜的淡江出淡薄的快乐，无论金额多也少，阮拢对心底感谢，也愿上帝亲身纪念。互淡江的礼拜堂再次庄严优雅。好，所以我踮遮嘛要请求咱咧看即个影片的教会兄弟姊妹，也是社会各界的遮的朋友，咱会当做伙来支持淡江高中即个大礼拜堂的更新美化的计划，互所有的学生踮遮受到好的教育的机会，有好的场所，嘛互每一摆踮遮的组织，每一摆有踮遮庆典活动的时阵，拢留落美好的遮的记忆。规个学校，规个学校拢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请兄姐来学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两遍。来，将来袂有人看见上帝，咱若三听，就上帝踮伫咱，也伊的听完全伫咱。约翰一书4章12节，搁一遍。将来袂有人看见上帝，咱若三听，就上帝踮伫咱。也伊的听完全伫咱。约翰一书4章12节，咱做伙来吟诗回应的诗521首，圣诗521首，请起立。
真侪奉献，请林中正长老、蔡淑云长老、查新长老来负责兑现。奉献请董庆执事、廖瑞芬执事。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圣诗380首。真侪，这时来报告消息报告第4点。今仔日是淡江中湖大礼拜堂整修奉献主日，特别派林长王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林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另外，则补充报告一项事，就是咱小会伫10月初2有开会议决，是照咱建堂这个建筑师的人选，经过9月16评选委员的评选，占70%。9月25日，咱会友的评分占30%。的结果伫10月初1，建堂委员会有决议，然后伫10月初2。小会有决议同意由彭文苑及莫国珍建筑师团队取得建筑规划案优先预约权。像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用中级来订正。周间使用者请家己详细看。咱只是来公道，咱为着世界、台湾以及侪宣教师，为着咱新任的中级
为着咱建堂的时间，为着怀孕的姊妹圣心节、桂芳节，为着做确诊的兄姐祈祷，为着带院的肢体庆福兄，为着身体欠安的肢体美容姐、明珠姐、阿淑姐、兰卡姐、朝阳兄、成武兄、来福姐、桂玲姐、顺成兄、小菊姐、秋玉姐、应轩姐、钟桂香、秀恩姐、白金姐、美霞姐、美兰姐、玉如姐、如玉姐、公基姐、义雄长老、李姐、素美姐、黄美姐、谢đình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郭元兄、东荣兄、李珍姐、药庄兄、李雀姐，咱三甲开嘴来祈祷。兄堂的天父，阮感谢你，你使阮有一个听的大家庭，阮伫遮来享受伫你内面的欢喜甲快乐。阮伫即个时阵也特别为着世界即个遮尔扰乱的战争、天灾人祸来祈祷，恳求你的保守，恳求你来掌权，也为着阮台湾来祈祷。虽然有做的无顺利，做的压迫，总是求你互阮勇壮，也为着伫全世界遮宣教师来祈祷，特别是伫真落伍的所在，也是极权的即个政治的所在，宗教无自由的所在，遮的宣教师，恳求你看顾因甲因的家庭，也为着阮新任的长执来祈祷，恳求你来用你的呼召，搁一遍坚定阮对你的服侍，对教会的服侍，互阮软正的心会当得到你的勇壮。为着阮建堂的时间祈祷，阮已经进入到原则上决议阮的建筑师的阶段，恳求你保守阮头前的路站，一步一步拢有你的引带，一步一步也同款有阮每一位兄姐的祈祷甲支持。阮为着怀孕的姊妹，为着确诊的兄姐，为着住院，为着身体欠安兄姐来祈祷，恳求你的疼痛，你的保守因的心内，互因虽然肉体欠安，总是心内坚定的信来倚靠你，来抗赢一切，减轻因的痛苦，也照顾病人的这个家属。互因也会当详时得到勇壮，阮将阮的欠缺、阮的懊恼、阮的祈求，拢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听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圣诗386首吟诗选，请hin牧师来祝祷，请起立。但愿赏赐5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得到逐项的平安欢喜，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5万。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帮赞，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